因那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如过年过时正式入去台中市政府来做顾问，要毋过伊今仔日这个新春团拜煞无出现，伊是回应讲爱来先熟悉环境，未来会以合理的专业为市政来贡献。地方有一寡政治头人，今嘛拢真注意后手的效应。 人西的顶头绕日滚滚，台中市府15号举办新春团拜，正式走马上任的12日顶有及职市政顾问蔡壁如煞无出现。市长罗秀燕强调，当然是会使自发性参加，一切会使以公务行政为重。今天的是自发性参加，那我刚才特别提到，我们的同仁有将近5万位，大家有空就来参加。但是如果还有在公务上或另有行程的话，那就请大家以公务优先。蔡壁如曾经代表民众党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立委，落选了后接受罗秀燕邀请进入市府，伊表示早起有来到市府报道熟悉环境，无法度出席团拜，也认为家己的护理背景，未来会当伫咧医护甲长照的部分提供专长。因为选过局对地方还是有一点了解啦，再来就是我有护理的专业嘛，至少在医护部分还有长照部分，我想我应该可以贡献我的所见所长。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是认为，蔡壁如留伫咧台中定根是真重要。地方议员也欠缺家母带头。2026年市长选举，希望会当推出家己的候选人。其实非常的期待，因为一直以来，台湾民众党让人家觉得就是一个网络政党，没有扎实的一个扎根的一个部分。今天看到我们壁如姐愿意来到我们台中市政府。 愿意来为乡亲来服务，这个就是可看见我们台湾民众党的一个未来。台中南北合议题选后持续引起讨论，未来是竞争也是合作，地方政坛高度关注，也牵涉到各党派的布局。记者台中报道。